自后2025年6月初10，每日圣安宫读经，应该无人知影是无？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使徒行传》第4章32节到第5章11节。全体信徒拢同心合意，无一人讲伊的财物是家己的，所有的物件公家用。使徒用大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国活，众人拢得到大恩典。因中间无人有欠客，因为有残垣厝体的人拢卖出去，所得到的钱摕来交互使徒，照逐个人的需要分配。有一个出世伫塞浦路斯的利未人约瑟，使徒甲伊叫做巴拿巴，意思就是安慰者。伊卖家己的残垣，钱摕来交互使徒。有一个人名叫做阿那尼亚，伊甲伊的某撒菲拉卖一寡残垣。伊得到某的同意，将所得到的钱留一寡起来，剩的摕来交互使徒。彼得对伊讲：阿那尼亚，你若互撒旦控制你的心来欺骗圣神，甲卖残垣的钱留一部分起来。残垣还未卖是你的，卖了所得到的钱，你有权通处理。你若做即款代志，你毋是欺骗人，是欺骗上帝。阿那尼亚一个听到即个话，立落去就死。听到即个代志的人拢真惊吓。有几若个少年人来，甲伊的尸体包起来，扛出去埋葬。差不多3点钟后，伊的某入来，毋知所发生的代志。彼得问伊：你甲我讲，你卖残垣所得到的钱，干焦遮的是无？伊应讲：是，遮的若定。彼得对伊讲：你若动心试探主的神，你看，埋葬你的丈夫的人拄转来到门口，因嘛要甲你赶出去。撒菲拉随时立落去，伫彼得的骹前死去。遐个少年人入来，看到伊已经死，就甲伊赶出去，埋葬伫伊丈夫的身边。全教会甲听到遮代志的人拢真惊吓，应该无人知影是无？初来教会的信徒甘心乐意捐出家己的财物作为公用，用安尼实践耶稣的教导。大家同心合意，分享共用，无一人讲伊的财物是属于家己的。遐个拥有田产房屋的信徒拢袂因的产业，因为大家的无私奉献，无人欠缺啥物。遮个使徒大能力咧见证耶稣的国活，上帝大大祝福互因每一个人。当拢时，阿那尼亚和撒菲拉夫妇也卖掉一寡田产，不过因留落一部分的钱，甲剩落来才交互使徒，却讲迄是卖田产的全部所得。这对夫妇伫奉献的时，串通好存心隐瞒，欺骗圣神，落尾付出死亡的代价。罪的工价是死，人常常袂记得犯罪的后果，就算知影讲白贼毋对，还试图用搁较济的白贼话来掩盖家己的罪行。伫今仔日，有一寡信徒也甲阿那尼亚和
和撒菲勒这对夫妇同款，拄当开始踮教会服侍甲奉献，拢是出于甘心乐意，后来却可能受诱惑，内心互撒旦控制，掠做暗中做诶代志，应该无人知影，最后落入做会落网，若陷若深。笔者所属诶中会每年拢会举办财务研习训练会，目的是帮助教会财务同工更较熟练财务会计甲个资法，用正确诶态度谨慎管理教会财务。兄弟姊妹诶奉献和教会诶每一笔支出拢袂当马虎，互教会财务公开透明。伫研习会诶课程中，讲师总是会举实际案例，提醒同工毋通重蹈覆辙，切莫掠做家己私下所做诶事，无人知影。下面是几个实例：有同工为着核销，有时阵会往商家索取空白收据，有人却摕礼仪公司诶收据报称电脑器材费用，有人伫收据填写无事实金额，虚报费用等于报假数，有人无实际购买电视音响设备，却摕相关诶收据申请费用，也有同工摕到信徒托付奉献诶钱，结果无登入教会诶奉献收入，反转落入家己诶私人垃圾仔底。这个案例显示，教会基于信任原则，总是信任同工会谨慎、诚实处理教会财务，因为安尼往往袂马上发现弊端，常常拢是东窗事发，代志曝空才惊觉事态严重。不过，上互介入处理的牧者和中职同工错误的莫过于当事人掠做私底下做代志，无人会知影。受质问的时，往往极力否认，或者合理化家己的行为，讲一切拢是为着教会好，认为大家拢误会伊。要避免这种代志继续发生，确实需要正教会同工互相提醒，谨慎面对。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彼得对阿拿尼亚讲：“你为什么存心安尼做呢？你毋是欺骗人，是欺骗上帝。”但愿上帝所拣选的每一位同工，拢会当诚实面对家己和上帝，谨慎完成上帝托付的圣工甲使命，因为有一日咱拢爱向上帝交涉。默想，伫教会中上重要的服侍态度是甚物？伫教会中上重要的服侍态度是甚物？咱做伙来祈祷。主爱的上帝，求你时时提醒我，互我用诚实的态度、敬畏的心，一生尽忠服侍你。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